讲到涂炭香料的涂炭屎，就经过专业处理，凊彩大就污染着土坝。着民间团体今日召开记者会，要求政府莫搁再拨预算买涂炭，嘛爱随来停止兴达电厂烧涂炭。兴达你停没？购没零预算。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发口号，要求政府要爱即时请兴达电厂停止烧土炭，减少台中火力发电厂买土炭的预算，嘛爱落实大型企业100%使用绿色能源来发电。急速减煤，因为这已经配合全世界。第二个燃煤预算，中火已经过去实质已经减4成，阮希望今年会使搁减。叶公宏医生强调，烧土炭的污染物唔但损害空气，对人体嘛有辐射的危害。中华环保联盟嘛基红湾养殖区的气温对2013年大土炭屎甲有害废弃物较大，土坝的重金属要超标，望政府降价买土炭的预算。过了9年之后，过年前再去现场看到一个很大块的煤灰的结块。结果这个里面的重金属的锌含量是食用作物的管制值的14倍，铜呢也超标了3倍。尤其是彰化海岸线的这些重金属如何处理？那我觉得这边应该编列一些特别预算去解这一题。我们必须把它整个挖起来，把它做更好的固化。曾炳杰老师表示，中华有袂少离岸的发电站，未来准会使伫咧发电站的边起专门分解土炭屎的处理场，用离岸电厂无满载的电来把这的土炭屎玻璃化，安尼就会使有效运用电力，嘛解决土炭屎污染的问题。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。